森林未了6起常常发生化学品外漏的事故。为了监测污染森林馆成立环境监测甲应变中心，今仔挂牌，嘛甲森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发一套毒化物扩散模拟的系统，望讲当来监测污染的扩散，减少灾害。 地调沙厂去轻沙厂模拟毒化物发生泄漏，事故专业小组人员赶紧去峰尾收集判断，而且连线附近的国小办公室还有社区民众赶紧进行防护。为了要强化6轻工业区发生公安事故应变，伫北寮3成林务所成立森林馆环境监测及应变中心。未来6轻如果发生事故的话，那我们会启动这些模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扩散的一个情形。那扩散的情形，那如果是扩到厂区之外的话，那需要配合所谓的疏散或者是就地掩蔽的部分那我们就会请我们相关就会启动应变的部分那请县府相关单位进驻森林馆环保局表示，环境监测及应变中心成立，对未来发生毒化灾害时阵，会当随时监测这污染团块，甲进行应对。希望中央会当搁再给支持，增加相关软硬体设施，和防灾救灾体系有智慧化管理。未来在整体的属于6千麦寮厂区所有的这些公共安全的问题，都会在这边呈现。 那我们结合民间有很多除了业者这边，那我讲那个独占应变队也是进驻在这边。森林县政府表示，森林有全国上界大的石化产业园区，园区的毒性化学物质运作量有到全国的59%。透过毒性化学物质泄漏灾害演习，互相关单位提升救灾能力，也会当教育员工附近居民安怎自我应变保护家己，也通好降低事故发生的财损。记者综合报道。